接着我们来看113年统测数 B 的第2题。好，这一题呢是在讲说有个电视剧叫做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，那它是请你设定我们这两个字的坐标为 x， 恶的坐标为2，善的坐标为3，那请你用数学上的这个绝对值来表示哦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举个例子，例如说 x 这个点啊，好，数线上的点，它到5的距离是多少？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个式子表示，叫做 x 减5加绝对值。好，所以如果回到这一题，我们就可以利用它题目指定的我们与2的距离，我们就可以写出 x 减2加绝对值。好，再来小于善与2的距离，那我们就可以写3减2加绝对值。好，这样完整的式子就列出来了，那答案就可以直接选 A。